好啦，咁一起步嘅時候咧，出得快少少咧，鬧市名媛同力先生啊，咁內檔嗰邊剔糖小貓都快，跟住出嚟咧，仲有地標圖形都喺前面喎，咁內檔嗰邊咧仲有實幹牛仔㗎，咁啊外檔啦，埋緊去嘅馬咧就打破常識啦，同埋再出邊咧就輕取勝啦，暫時就頂咗出去外碟嘅，咁中間仲有御滿杜拜，咁啊後一陣嘅馬啦，大滿嘅精緻之道，暫時就尾4、5之間到啦，咁啊跟住有利心名媛啦，鬧市名媛就起步快啫，而家拖翻落去尾3位置，尾2咧就中土世界。包尾暫時就紅威霸主㗎，好啦，轉咗第一個彎之後啦，前面帶頭咧打破常識啊，暫時單騎帶到出嚟㗎，守住第2位就輕取勝喎，貼欄第3就力先生，咁然之後啦，第4位嗰匹守住內欄位置咧就地標圖形嚟嘅，拍住佢全藍衫就高多分嘅剔糖小貓啦，御滿杜拜守喺第6位啦，喺佢內側咧就仲有咧就實幹牛仔噃，然之後精緻之道上翻啲，咁再跟住個馬咧利心名媛啦，然之後咧仲有鬧市名媛啦，喺後邊嗰3隻啦，中土世界啦，攻守有道幾後下喎，包尾暫時紅威霸主，好啦，跑咗一半途程㗎啦，咁前邊咧打破常識咧，灑開大步啊，佔先成2個馬位嘅，守住第2位咧仲係輕取勝啊，咁啊貼欄第3就力先生2個馬位之後啦，守住第4剔糖小貓啦，貼欄咧第5位就地標圖形啊，咁跟住佢哋就御滿杜拜嘅，咁然之後個馬啦精緻之道喺內欄上到第7位，拍住佢咧就仲有咧就實幹牛仔啊，然之後利心名媛喺外碟都上咗啲，咁再跟住個馬咧仲有就鬧市名媛啦，喺尾嗰3隻啦，紅威霸主就上咗啲啦，頂咗攻守有道出外檔啊！喺內檔包尾變咗係中土世界嘅，入到嚟最後直路嘅時候啦，咁前面咧力先生呢個時候咧已經帶出頭咯喎，跟住上緊嚟嘅馬咧內檔咧就打破常識啊！咁中間上緊嚟咧精緻之道喺內檔已經揾到位上啦，出邊上緊嚟嘅馬咧暫時咧仲有咧就啲輕取勝啊咁同埋外檔嘅御滿杜拜嘅，中間就剔糖小貓啊！最後200米嘅時候咧精緻之道喺內檔咧有條私家路上咗嚟喎，出咗嚟先嚇，追住佢咧就剔糖小貓，外檔就御滿杜拜嘅，但係前面精緻之道咧平紀錄啦，呢場贏埋啦，第2名嘅御滿杜拜，第3名剔糖小貓啊，力先生係第4嘅。咁啊，麥道羅發揮得相當之好啦！呢一場啊，走中內欄嗰度，私家路啊，走私家路咁啊，贏咗出邊，御滿杜拜走出邊咁啊，之後嗰個衝刺就冇咁勁啊！今朝精緻，但係如果真係跑一段咧，御滿杜拜就唔夠佢喘啊，因為真係2400啊，真係。同埋剔糖小貓都好啲。轉彎入直路嗰度，俾人夾咗落去尾2㗎，嗰啲有啲險情，真係揾到條路。